帮山湖水位持续加悬，也是红色的警戒。目前水位已经超过8点，上紧下昏就会开始溢流。台中 BRT 公车站一台公车要入站，却是去互一台轿车压着，害公车弄入去月台，造成5个人受伤。诈骗用 AI 假造后生的声，甲老爸提钱，新北一个阿伯哄骗55万，佮有假造黄日芬的助理，甲加州的负责人骗9000万。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万里溪崩山湖的水位要持续咧加悬，目前还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到下晡3点，水位敢若剩6公分就会低，目前是已经超过8点。也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讲，若是发生溢流或者是崩花，影响的范围也是会伫咧溪流的水路内底。现在是阴天，是。有没有打雷啊？没有听到。好，谢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晡一个开会，指挥官桂林成就关心万影响当地是毋是有落雨，因为各界关心万里溪崩山湖的溢流时间关系到水位是毋是相关啊？现在已经是1087.44，其实大概还有大概6公分就有可能会到达这个地方，整个坝体还是没有破坏的一个迹象。万应县公所早起开放收容的保全户，短时间转厝饲精神啊，过去教会参加主日，出外人差不多拢伫中昼前就转来收容所。刚一个民众带囡仔去水尾工作，尾仔嘛转来到收容所。截至今天19日14时50分，外出返家以及参与礼拜活动收容民众已经返回收容所。弯来弯去，然后呢，非常的陡。气象署研判，这礼拜花莲地区是最分子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大雨，而且万里溪集水区这2天每天雨量差不多20至40毫米，因为累积雨量有无确定性。林务署花莲分署特别去收容所说明政府掌握的情形，来说明一下今天的状况。所以最主要是让他们的心里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收到及时的资讯，也让他们心里能够比较稳妥。另外，监测的2个酿水位的1号酿水位的棚啊，透早发生短时间各样，应变中心照透早空翕机来研判，证实无发生溢流，坝体无问题。讨论了后，未来先以2号酿水位的监测数据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台湾大道科博馆 BRT 公车站，今仔日下晡有一台公车要入站的时阵，去互一台轿车压着，害公车弄到月台条啊。这个事故拢总造成5个人受伤。拄则就是我要入站要入去科博馆站，向因入站就是直直行着呀，结果向一个撞击力导啊挤压到那边，绕人不太知道，大家都争执的啊，我一直开。要入站的，他把我挤上去。旁边的小客车擦撞你吗？对啊，就是晃神，我就突然就变这样了。所以你那时候开在哪一个车道，你自己知道吗？我应该在外面的车道啊，这里是公车道啊。对啊。所以你就是偏离车道的时候，你也不太清楚说。不太清楚。警方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因为有2台轿车伫咧快车道相碰了后，其中一台若像是雄失去控制，去撞着公车，第四一台公车全咧冲落月台，造成5个人受伤送病院。不过加在是拢无性命的危险。另外，这个案件的驾驶拢无食酒赛车，嘛无食毒赛车。不过轿车违规驶入去公车的专用道，会照道交条例来处分，嘛继续来理清责任。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早起10点外的时阵，台中北屯有一个10岁的囡仔，那像是要关窗仔门，煞是为4楼怎摔落2楼的防护网。加在分数是侧伤尔，目前是已经送病院，嘛派社工去了解情形。消防车甲救护车赶紧赶到台中北屯区这个社区，因为一个10岁查某囡仔徛伫2层楼悬的防护网顶面。消防队员先用救护推直接爬上防护网，另外一边对大楼窗仔门刷甲囡仔抱落去。先架卫生梯，先把他安抚情绪，后续我们再请我们救助人那个使用绳索，观察从那个窗户楼梯的窗户进入，跟他确保施救出来。有囡仔摔落来，警方也赶到现场来了解状况。根据了解，意外发生的时阵，这个查某囡仔爸爸妈妈甲弟弟规家人拢伫厝内底。
根据大楼管理员听这囡仔老爸所讲的，当时囡仔敢若要关窗仔门，结果徛无知，才对4楼的窗仔落来。加在大楼因为有风太路落来，讲着人已经伫外表2楼的管道有装这个防护网，拄好甲囡仔接掉咧。我听到砰一声，就是好像铁架丢下来的声音。后来就救护车来了。都落雨啦，可能要甲伊门关起来吼。外口都一个纱窗嘛，这关的时，可能纱窗去脱轨，你知道？可能探水要甲用好。台中市教育中心也派社工去了解，当时确认厝内底其他囡仔互照顾情形甲安全的计划。消委局提醒讲，民众爱注意徛街环境安全，注意落地门窗仔，防止去弄开，窗仔门应该设，防止落落去这安全装置，避免囡仔无细力落落去，有防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今仔日举行一年一届的专大会。行政院长杜英泰讲到最近又去验到治安物质超标的代志，伊讲是按法会来修法，嘛会强化源头甲制停的管理。另外，明仔载嘛会公布所有问题有检验的报告，希望互民众会当安心。也若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讲，希望中央甲地方会当做伙合作，莫阁发生类似的事件。以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为主题，民进党举行一年一届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先由行政院长杜英泰发表施政成果，伊嘛特别提起这阵啊持续伫讨论的治安有风波。我们会提出食安法的整体修法，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未来通报的机关的各种及时的责任跟义务，而且市面上所有发生问题以及查获的各种批号的油品，也会在明天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杜英泰预告，行政院要推动食安法大修法，强化源头管理、制停管理等5大方向。20晚会公布所有问题油品的检验报告，要让民众安心。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表示，希望中央地方做伙合作，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食安关切到人民的这个食品安全，关切到人民的健康，我想这一点我还是要再次的重申总统府的态度，就是赶快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合作，有相关的责任呢，将来一定要就责。迎接年底9月大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专大会嘛，亲甲建议授予19位党籍县市长参选人，佮提点3大原则，强调从政者应该爱民如亲。政治的本质都是爱民如亲啊！为政者爱以温暖的心、亲切的行动，来赢取人民的信赖。如此，才当互台湾人民清楚知影。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稳健改革，选择更较好的生活，选择台湾继续向前行。若是专大会主要改选党内权力中心、中常委、中执委甲中评委的结果，会影响民进党未来2年的派系结构甲竞合，也有赖总统争取2028年连任的布局。记者采访报道。有关验到治安物质超标的油的这个案件，台北市长蒋万安鼓吹大家7月25做伙去开刀抗议，希望食安法会当修法。也若今仔日伊嘛串联4个县市首长来到小厅，要来同齐提出建议予中央。另外是有数讲，目前7批无合格的油已经回收的差不多是2700吨，也若预防性漏气的差不多是5200吨。食安就是国安。我们现在面临国家危机当中，我们下个礼拜要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对于流感食品事件，台中市长罗秀燕19甲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谢国良甲婚姻馆长张丽仙会面，宣布要串联地方政府开会，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议。因为进前后有705就开刀抗议的蒋万安也提出食安法应该修法，源头管理以及如何强制中上游业者以及检验机关即刻通报，会是这一次修法的重点。民进党政府处理的态度，是我们必须站出来的原因。我们基隆市有很多小吃都是炸鸡腿、炸鸡排，反对卫福部的说法说，大家以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食安问题，就不能再吃炸物。
民众党也讲，7月25日到开刀响应，因若是药署公布到19早起11点，7批无合格药片已经回收总共2769.3吨，其他有风险回收总共是5207吨。下游受影响业者依然是1322件，无新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是世界赢赢杯，新北市永和有一个阿伯。诈骗集团利用 AI 假造因后生的声音，打电话甲讲伊赶紧爱用钱，所以叫朋友去甲阿伯提钱。结果伊真正55万全咧捧去互人。还有另外一个住伫咧加州的负责人，诈骗集团假造是黄仁勋的助理，甲骗甲圆圆细，互骗别9000万的台票。后来对方向找无人，伊才知影是去互现大耳。警方规个走挖去，抓到这个要提钱的诈骗集团车手。警方会掌握这个情报资料，是因为诈骗集团进前利用 AI 技术，假做老人后生的声音，骗老人交付现金55万。事后老人问后生了后，才知影讲互骗去，赶紧报警察。无想到诈骗集团要用相关方法，搁再骗伊，有时叫警方抓到。如接或亲友借钱，或要求变更联络电话，务必冷静求证。建议与家人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辨识真伪。警方当场扣到19岁姓邢的诈欺的车手，并交的65万甲2支智慧型的手机啊。交接线索对查了后，就甲进前收骗人55万的这67岁诈欺的车手抓到。专案依照涉嫌诈欺这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若国内诈欺真严重，诈骗集团也骗到国外去。有一个住伫加州的姓齐的婚姻人，靠收租金过生活。看网络时，互诈骗集团借话解开讲，讲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要来回报台湾乡亲，会寄这个 AI 的册，结果请婚姻人家里讲是黄仁勋助理的赖户头。一直用话甲骗、甲洗脑，就去因兜甲提钱，逐摆拢会互伊收据甲收管书，或者婚姻人陆陆续续交美金甲黄金，要换台票9000万。除了线上之外，有可能会再给你看一些书面的报告，而且做的非常像这个一般大型的这种，比如说比较高阶客户会看的这种财务报告，然后又会佩戴证件。犯罪学者分析，由国内这些诈骗工作困难度愈来愈悬，可能造成诈骗集团转往国外去骗人。尤其是这被害人已经袂去负责投资，诈骗集团就来失去联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联电的营务副董事长孙明志，伊今年74岁。今仔日透早5点外，伊伫咧厝内因为脑出血，紧急送病院。伊的助理讲，伊出血所在是伫咧头壳骨甲头壳皮之间的血缘，出血速度是真紧。加在落尾手术有顺利，即马已经转去加护病房观察静养。电信单位或者是金融单位呢，他们已经被利用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去年1月，联电研究副董事长孙明志代表科技产业加入预防诈骗团队，强化员工防诈知识。当时出席活动，身体看起来袂歹，暗过19透早5点外，医学传出伫新竹宝山的主题紧急送医。消息公开了后，各界拢真意外。状况不知道，我上次看到他是还好，我要知道 information， 要知道资讯才能够决定，才能够知道怎么做。孙明志的特别助理对我回应，孙明志是因为脑黏膜外出血，紧急开刀救治，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刷去加护病房。感谢当地医疗团队的专业协助，所来爱观察甲好好静养，等待恢复，呼吁外界避免去探访，互孙明志会当好好得到照顾。孙明志的后生嘛伫面册答问，当作为爸爸加油，脱离危险。医师分析，脑黏膜顶出血大部分是大血筋壁，若是会当及时开刀，就会当降低脑部受损的情形。临床上最常见的其实通常都还是外伤啦，然后外力造成，比如说一些硬脑膜表面或是跟头骨交接的地方有一些重要的血管，不管是动脉、静脉，通常比较危险的都是动脉被撕裂之后的出血。所以这种出血通常来得又急又快，当然造成比较大面积、大的体积的压迫的时候，意识状况可能就会变差。医师提醒，行动不方便的人，也是长辈，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走路无在跋倒去，也是反应伤慢去撞到头。唔知地师脑黏膜顶出血，是不是会当及时送医救治？关系手术了后，伊恢复的状况。记者采访报道。我来看屏东布袋这几天啊，过道雨是规通道。今仔日早起要去嘉木部落的车路，有3个所在石头放落来，加在真紧都已经处理好势，目前已经会当通行啊。因那气象署预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这几天啊南部的天气也是真无稳定。
沿路山边边落袂少土石落，头前的路段有一寡路面已经互石头砍掉咧。18下晡，屏东县雾台山区落大雨，风阁真透。19早起，嘉茂部路唯一连外路土石崩落，当地民众对外交通也暂时断去。刮风下雨，雨非常大，造成我们山区部落有多处的山崩。嘉木连外道路2K 处、3K 处、4K 处一样都有落石的情形。民意代表讲，这条路是部落族人唯一转去厝的路，转去了后，本来是大坡道落山去看医生。当机械赶到现场，已经伫中昼甲路抢通啊！民意代表讲，这几天雾台山区下晡拢落大雨，公司知影讲山区拄大雨，可能造成灾情。当机械拢伫安全的所在伫等待。气象署是提示讲，这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天气无稳定。恐惊几天，唔知当时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今天跟明天还是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或者是雷雨，而且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那到了明天的话，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午后的话也会有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高雄市区伫19几天天气有当时好天，有当时落雨。气象署预估下礼拜2，也就是2月开始，台湾水气减少，各地天气转做多云好天。也毋过西部甲山区也是要注意这个午后雷阵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已经是过7月中，伫要7月底啊，算算的剩无3个月，就是双十啊。今年的双十晚会确定会交予新北市来办理，也若双十的宴会会伫咧台东。不过详细办宴会地点，目前是还未定案。欢迎大家来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团队19来到台东县正伫举办的台东博览会参访。台东县长廖庆玲陪同参观梦想当生的热气球馆，希望新北甲台东继续拓展农产文化甲观光合作。另外，今年国庆晚会甲国庆宴会分别由新北甲台东主办，北东连线合作打造国庆盛会。国庆的场地以及所有相关的节目，我们目前都在就绪当中。今年国庆宴会原本要伫新竹县举办，也若新竹县评估无适合所在，才来拒绝。不过国庆筹备会主席立法院长韩国瑜17证实，国庆宴会该由台东县来接手。侯友宜甲廖庆玲也交换意见，杨国民众关心的是晚会节目，也有办宴会所在，这阵时也未定案。我们展现超高的效率，今天就跟新北市来做一个会前会。我们相信今年的国庆晚会、国庆烟火一定会让大家满意。只是国庆宴会这类大型活动，来看的人看不到就有几啊万人，亲像人员的疏散。大家安怎行、安怎看这规划，将是台东县府爱面对的挑战。2017年，台东县不接这个办宴会任务，地点是伫台东县卑南区出海口，也毋过挖卑南区的国家级湿地。当时环保团体真关心，呼吁县府这摆好好来规划，避开这个生态敏感区。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看一个好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伫咧乌兹别克举行，咱国派4个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即嘛传出好消息。咱台湾学生拢总摕到3块金牌、1块银牌，以金牌数量来算，伫咧国际上是排第3。国内10外个大学的教授因组成团队做伙来训练学生。这一届因出国比赛，参加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摕到真好的成绩。有摕到金牌甲银牌学生，回国了后，除了会当领到奖学金，也阁会当保送大学。另外，伫立陶宛举办的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咱台湾嘛摕到4块金牌，伫咧国际上是排头名的。按算23，因就会倒转来。我来看，有真侪外国学生会来咱台湾读册，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学生是占不哩啊侪。不过最近这10年来，中国是大出手，用奖学金来请外国学生去因遐读册，相对来台湾的就减真侪。下晡7点半，台湾技术部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中国摕奖学金抢人才，咱台湾是要安怎来应用？我觉得我跟我姐姐那一代就是台湾偶像剧外输的这个年代，会想要去台湾。那可能我往后我再回学校，我问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去中国。马来西亚是台湾主要的外籍学生来源国，不过这2天，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算是已经无到1万人。伊人真正拼，伊人食物件真美，对我来讲啦，所以我感觉伊人真拼
拼的学物件。我会考虑到台湾，是因为我的表哥表姐都在那边读书的。不过最近10年来台湾留学的人数是直直的减少。另外一方面，去中国留学的是直直的增加。2018年是以38.75%赢过咱台湾。高三毕业后，你想去哪里就读？那很多同学就说：“老师，我要去中国。”现在学生他们很幸福，就是他们的选择很多。当他们获得录取过后，他们就会综合所有的考量，包括这间学校它可以给我带来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中国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实不是，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拢是台湾主要的外籍学生来源国。如今，面对全世界大学相争咧抢人才，咱台湾的高等教育需要找出家己的优势甲特色，重新甲下步徛好在，才有机会搁再争做马来西亚学生因心目中的第一名。记者综合报道。2016世界杯卡球比赛冠军战随着要起鼓，阿根廷甲西班牙要来抢头名。阿根廷这边要来拼看敢会当摕到第4个冠军，甲拼2连霸。另一个连续2年摕到头名的是巴西，不过已经是64年前，也就是1962年的代志啊。也那西班牙这边是要拼因的第2个冠军。另外世界杯第3名的战争，英格兰今仔日以6-4踢赢法国，创下因队史60年来上好的成绩。世界杯季军战上演一场进球大战，英格兰靠萨卡踢入去2届，顶半场强势领先，下半场法国展开绝地反攻，姆巴佩嘛踢入去2届，目加比分只甲剩差1球。关键的时阵，萨卡发入去12码，完成无法戏出。贝林汉伫伤停补时的时阵，阁得分，中场英格兰就以6-4赢法国，摕到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嘛创下1966年摕到冠军以来伫世界杯上好的成绩。The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felt as if we went out in group stage without a win. And 24 hours later, we have the biggest success in 60 years. So to take the low not too low and the high not too high is what we try, even like for us and for the team, I think. 27岁的法国前锋姆巴佩伫季军战攻入2球，本届累积10球，生涯世界杯总进球数有22球，超过梅西的21球，是世界杯历史进球王。金兄奖嘛暂时领先的伊，比赛后大方表示，相信梅西伫冠军战会阁进球。伫要到的决赛准备过程受到气候的干扰，除了大蒙、纽约甲纽泽西地区18去拄到强烈的雷雨。阿根廷比赛前最后一届训练延后45分才开始。不过队长梅西甲主力球员也是伫总教练斯卡洛尼的指导完成操练。面对伫要到的决赛，两队的队长一方面肯定对手的实力，另外一方面嘛设法让军心稳定。Para que él no tenga su mejor versión, aunque es difícil, intentaremos, tanto él como España, que no es solo la mía, tiene grandísimos jugadores, tiene un gran juego y bueno, nosotros tenemos nuestra arma también. I mean, when you're talking to a generation tha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rrived to this stage, I think they need to see composure on your words. I think you have to show them that. We have gave everything. We have worked tough to arrive to this moment, so we have to still going. You know, it's. 卫冕军阿根廷这届要挑战队史第4座金杯，阁要拼伫1962年巴西了后，头一个成功卫冕的球队。欧洲冠军西班牙是要争取队史第2个冠军。场上的大战伫要开战，两国球迷嘛伫纽约的街路边为国家队応援。美国总统川普会头一届亲临世界杯赛场，阁一定会甲国际卡球总会主席共同颁发冠军奖杯。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明仔载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
来看广东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